今日教嘅舞叫做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， 係由 Tom Jones 唱嘅歌嚟嘅。咁呢隻舞就係32 beat 2 wall 嘅。咁我哋面向12點鐘為止，舞步，右腳前踏左腳點，重複一次左腳踏右腳點，跟住仲有一個爵士方形步，右轉90度，前後轉前踏。呢度第一個拍拍。連續動作再做一次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二個拍拍面向3點鐘位置，右腳實西右並右，跟住左後 lock recover， 左腳橫踏，右腳後交叉，然後做一個 shuffle step， 第一拍就即刻轉向12點鐘位置，左轉90度，出。好，第二個拍拍數拍子一次啊 ，1 and 2 3 4 5 6 7 and 8。第三個拍拍面向翻原來嘅12點鐘位置，原地做一個 shuffle step， 左轉半圈，出，面向咗6點鐘位置，右腳做後 lock， 右腳 recover。然後左腳前踏一步，右腳踭的，相反右腳踭踏左腳的。OK， 呢度再做一次，第三個拍拍係 1 and 2 3 4 5 6 7 8。最後個拍拍面向6點鐘位置嘅，左腳退後一步，右腳踢，相反右腳退後一步，左腳踢，跟住左腳後 lock recover。左腳上前一步，右腳掃，成隻舞就結束啦。最後個拍拍，我哋再做一次啊，係我哋最後個拍拍左腳退 1 2 3 4 5 6 7 8。OK， 咁成個拍拍，成個32拍我哋做一次啊。1 2 3 4 5 6 7 8 1 and 2 3 4 5 6 7 and 8 1 and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。而家用音樂示範一次啊！5 6 7 8。 The old hometown looks the same as I step down from the train, and there to meet me is my mama and papa. 再做一次，第二個